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3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行政长杜英台伫今仔伊要去立法院做施政报告，卖接受质询。因若昨昏伊有先去拜会民众党团，希望行政院含立法院会当良善来互动。不过民众党团的立委是当面甲讲，行政院若是要针对国会这款法案提出复议，安尼可能就会增加朝野的对立。连续2天出团拜会立法院，行政院长杜英台伫施政报告前一天，总算甲民众党团见面。杜英台路软表达希望行政院甲立法院之间会当有好的互动。我们一起来推动福国利民的政策，把一些争议性的暂时可以搁置在一旁，也拜托各党团也能够这样的来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政策法案，共同的来努力。现在看起来，除了加剧了朝野这个对立之外，立法院的席次你也看得出来嘛？这个复议案过的可能性老讲是不高啦，对不对？所以理性跟感性想一下。民众党立委当场讲，行政院若对立法院最近3读修正的国会这款法案提出复议，朝野对立的情形恐惊更加严重，而且通过的机会无大。不过杜英台是无做评论，监察院顶一日嘛抗议国会这款法案违反权力分立。互南北党团总调集人，两个提出废除监察院的主张，不过国民党内部有无同意见。党纲里面第1条其实就是五权分立。那我觉得党内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未来如何调整还涉及到修宪的问题。咱国宪法内底就明定5权分立，若要废除监察权，就要启动修宪。不过根据宪法征修条文，修宪就要经过1/4的立委提议，3/4出席委员的3/4决议。才会当提出宪法修正案，公告半年了后，还佫经过选举人投票否决，而且有效的同意票要超过选举人总额过半，才有可能成功。条件是真无简单。如果各党都有共识的话，应该要想办法把它落实啊！要修宪，不要只修一点，就要整部来修。委员要借由修宪的程序来讨论，要废除监察院、考试院，我们都没有意见。比较重要的是说，在还没有修宪之前啊，监察院还是一个宪政机关，调查权是属于监察院独有。监察院回应讲，应该尊重立委提案修宪的职权。不过，监察院存在一天就会尽本分，而且呼吁在野党无应该以煽动或者是甲预算冻结的方式来影响宪政机关正常的运作。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立法院3读通过国会这款法案，要求总统要定期去立法院国情报告，而且要随问随应。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是讲，总统去报告，若是无要回答，伊嘛尊重。不过这个讲法伫国民党内有无同的意见。鲍坤基佫讲，希望赖总统提出善意，伫司法也未开始实施进前，就会当去立法院报告。不过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表示，无可能。国会这款法案3读通过，要求总统定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并接受随问随答。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2号再邀请总统赖清德来国情报告，暗过一句问答形式尊重总统意愿，跟他报告无回答嘛尊重。不过党内有不同的意见。这个部分里面党团没有共识，所以这就应该是副总统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副总他是很贴心的，一切依法立法院3读通过那就是要回答。立法院3读通过的职权行使法，一直到我们送出立法院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到总统府公告还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我想我们再一次请赖总统把握时机鲍坤基3早亲情火线说明，强调是希望赖总统伫修法施行前到立法院，若做新法实施了后，都是依法进行。民进党团是批评鲍坤基是先导行，民众党团是呼吁赖清德履行选举前所承诺的，会来立法院国情报告，并接受询答。这表示他自己证明他所谓的这种条文的写法是违宪的，自证有罪嘛，赶快先期投降嘛。来立法院只想来演说，不想回应任何问题的话，
那台湾民众党认为，这样子来立法院毫无意义。郭建明坦白讲，赖清德无啥可能伫修法施行前的时间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若是哪样立委团主有无共看法？报关期强调党内有志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部海面有锋面瓦紧，天气会愈来愈无稳定。若报道雨的时，是感觉较湿较热。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日时各地高温有30度至32度，因为西南风增强，水汽有变较高。伫西半部不时拢会有短暂阵雨，甚至是落雷公雨。各地拢爱细致过渡了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伫西半部、东北部雨会落较明显，嘛到有局部大雨。另外要提醒乡亲，拜六礼拜方面开始影响咱台湾，有可能会带来强降雨，温度嘛会下降。西半部、东北部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东部、东南部嘛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拜六下晡开始上大雨。另外，目前伫海南岛东南边海面上，即马有一个热带扰动，昨昏已经增强变做热带性的低气压，未来嘛无排除会变做风台。若变风台，就是今年第2号风台。因若最近黄霜雨季，各地头天气拢真无稳定。落雨了后，若是有积水，阁无平，有可能就会生炭病蠓，增加天狗热疫情的风险。根据中华县卫生局的最新调查，最近中华县内炭病蠓的密度指数有咧增加，有一寡村里已经出现4级的红灯警示。卫生局的人员详细巡视检查社区内敢有积水的所在。这阵仔是黄霜雨季，水桶、盆栽若积水，可能就会正做病蠓虫生团的所在，增加天狗热传染的风险。咱若厝前厝啊有积水桶，水甲倒掉，较袂生蠓。最近落雨积水的所在拢有啦，迄个桶啊啦，各方面迄拢有处理啊。根据疾管署上新的资料，目前全台湾累计有164例天狗热本土病例，有93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最近3礼拜虽然无本土个案，但是台南、高雄、屏东的炭病蠓密度指数偏悬，超过3级就是红灯警示。中华嘛有乡镇已经达到4级。落雨了，过1、2礼拜，迄病名指数都会增加。咱的一寡户外一寡积水容器有积水。积水你把它倒掉了吼，咱这个登革热的滋生源都会来出现。最近咱即马就是有几啊传例吼，伊的病名指数加4级。中华卫生局表示，炭病蠓密度超过3级就是红灯警戒，而且社区启动环境清理。5月开始是国内天狗热的流行期，加上最近黄霜雨季增加病蠓虫生团几率，卫生局提醒民众，落过后爱特别注意环境卫生，有积水的所在就爱摒扫清气，避免天狗热伫社区摊开。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副总统萧美琴明日10点半会公布第14届考试院正副院长，也个考试委员的被提名人的名单。这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届送交国会的宪政机关的人事提名。根据了解，现任的考试院副院长张丰宪会提名做院长，将考选部长柯书祥是提名做副院长，也若考试委员有提名7个人。来看《中国时报》。行政署长张英兴上任了后，即马台北市警察局长的课，封下台北市长蒋万安是选警专的校长彭永玲。结果呢，内政部伫昨公布名单是警政署副署长李世豪调任台北市的警察局长，这是引起蒋万安不满，嘛硬气是批评中央，安尼含伊参详是敢是咧参详假的？也毋过民进党的议员是认为李世豪是一个真好的人选。来看联合报，中港民主派初选案也都嘛是有人讲这是47人案。是因为真47个人拢互指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其中有16个人是无认罪。昨昏香港的高等法院是裁定讲，其中有14个人有罪，有2个人无罪。也毋过香港政府不服，拍算阁要提出上诉。
但总统赖清德最近有接见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代表团，来展现咱台湾和美国的情谊。中国5月19日下晡，佮派出军机来扰乱台湾。学者就分析讲，中国解放军除了要反制美国支持台湾，嘛要演练对海空封锁咱台湾。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台海情势加悬，29下晡3点20开始，中国小连续派出主副战机扰乱台湾，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反制。各位以行动大力支持台湾，我要表达最诚挚的欢迎跟谢意。各位贵宾都是深化台美关系的重要推手。拄好是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代表团来访问台湾，总统赖清德亲身接见，展现台美关系坚定。解放军调工扰乱台湾，起事的意味真高。中国军机一直到半暝，要持续在台海演训。中国对台湾的威吓越高，美方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就会越多。所以我还是奉劝中国不要单独的、单方面的升高情势。国防部30日发布侦查到中国军机38架次，中国军舰11架次，甲海警船4架次。其中28架次的中国军机走入来咱国北部甲西南空域，离家人差不多39海里。观察中国军机的路线，兵力集中在台湾的南北边互相支援，想要控制国际水路，而且若像演练阻挡其他的兵力进入作战区。在北海岸的天宫部队实施红点阵备，锁定解放军。有学者分析，中国目标想要封锁台湾，嘛对挺台湾的美国释放政治信号。他会希望的是演练从多个方向对我国的一个海空的封锁，所以其实可以去看到它的这个飞行途径的话，它的目标很明显是针对台湾。常态化是铁定的，但是你说会不会出现像是联合的利剑这样的演习，这个还是有赖于美中台三方的一个变化。针对中国联合演习，范围挖近咱国的离岛。参谋总长梅家苏29专工去台海上前线马祖试岛，为免官兵捍卫北平的边界。有学者认为讲，解放军台海军演常态化是无法度避免。美国前军事情报官员范南尼警告，中国利用宽台军演测试美国、日本甲台湾的底线，美国应该加强合作的力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昏去立法院质询，林佳龙是强调讲，伊要推动价值外交，而且伊针对目前咱台湾12个友邦的邦旗，伊讲伊真有信心。另外，针对中国解放军军演，有前美国的国防部官员有呼吁美国总统拜登要明确对外表态，讲一定会保护台湾。林佳龙是表示，美国、日本和台湾会做伙来面对两岸未来局势。回到立法院这个熟悉的地方心情是很特别。头一届以外交部长的身份登来到立法院质询，林佳龙最好准备。前日刚已经拜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各党立委，对任内展望，林佳龙强调会推动价值外交，有信心坚固12个友邦的邦谊，也建议赖总统适时出国访问，各讲有国家希望进一步深化跟台湾的关系。我们现在也确实有一些国家想跟我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有一些我们的邦交国的周边国家可能也觉得说，跟我们交往也有很正面的地方。不过中共的威胁对条条，亲像持续打压咱国加入 WHO， 也是举行围台军演。前美国国防官员鲍斯克伊就写予媒体讲，呼吁总统拜登应该改变战略无明讲的政策，明确表态保卫台湾。对这件代志，林佳龙是讲，中国想要塑造台海新常态，外交部要结合理念瓦近的国家，共同做好因应，维持台海的和平甲稳定。理念相近的国家，大家不只是支持台湾，而且我们可以呢协调来一起来确保台海的和平跟稳定。对立法院最近才拄通过国会职权相关修法，过程中争议不断。在野党提出林佳龙在担任立委期间完有类似的提案，所以趁机会来背回。是属于调阅权不是调查权，它不是对人的调查权，或者是说因为无限去扩充，更何况我没有去提表示国会罪这种字眼。林佳龙表示，未来在行政甲立法的制作，家己会专业配合立法院的运作。不过国会职权改变所产生的疑问，也当依照宪政程序表达无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搁有北京中国科技企业，即马轰抓着讲因非法伫咱台湾要污染高科技的人才，其中互美国制裁的中国监控设备的制造商浙江大华，伫咱台湾是偷偷设2个据点，而且搁甲员工的保险保伫人力派遣公司的名下。另外，搁有7间是无经过许可就伫咱台湾设办公室，非法的请研发人员。本次的同步执行有报请台北、新北、桃园、新竹4个地方的检察署检察官来指挥本局，以侦办8家陆企在台非法从事挖角我高科技人才的案件。调查局是连续4天，请台北、新北、桃园、甲新竹4大检察官共部来侦办北京中国企业的办公室，伊是非法伫咱台湾的挖高科技的人才，有10个人互叫去审问，了后全拢互移送地检署侦办。嘛是要调查的，这是民进党政策会的执行长王义川。顶一日伊上节目的时，伊是讲用基地台的信号，就当分析出伫立法院外口参加的群众、参加青鸟行动的这的民众年岁的分布。安尼呢，可会当甲含日头火学运来了解讲，看敢是同一群人。伊的讲法是引起争议。台北地检署已经分他治案来侦办 ，NCC 嘛已经展开行政调查，会请电信业者去说明。就伫立法院外口，为24点到暗时啊，民众去现场乌烟停青鸟行动。不过，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讲，会当用基地台信号分析出民众的年龄层，买当比对出甲太阳花学运敢是同一群人，引起争议。电信公司所提供的资料到底有没有个人的讯息？它只能做一个非常大范围的统计分析，是没有办法回推计算 A 活动、B 活动的人流交叉比对分析的。王义川这话是引起在野党的质疑，检方已经分他治案来侦办，厘清敢是有违法。NCC 嘛有动作，已经展开行政调查，会找电信业者来做说明。嘛讲到电信公司过去捌甲地方政府合作，透过电位的方式来分析人流的情形。有 locking 到他的基地台使用的人，他究竟是男是女？假设只是这样的话，那个没办法识别个人，那就不在个资法的范围。到底敢有违法？关键的重点就是个资敢有去识别法。NCC 表示，就算有年岁、性别等等的资讯，只要辨识不出伊是啥物人，就无违反个资法。不过，学者认为讲，甲各种的活动做交叉比对，这过去并无接看。单一活动这个是蛮普遍，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是2个活动之间的交叉比对来讲，和过去本身我们看到的一些活动来讲，有一些差异啦。过去其实我们看到活动分析报告没有到那么细的。类似这种 LBS 服务，事实上在电信端已经行之有年了。去推估这个使用者可能在某一个区域范围内，那可能推送像美食啊、购物啊，或者是一些电影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其实产业界甲电信商业合作进行人流的分析，专家讲这已经做真侪年啊。不过，这个业者提供偌济资料，敢是有达到各自的红线，恐惊拢爱好好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纽约曼哈顿的陪审团拄则裁定讲，川普因为风吹会防受指控的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全部拢成立，安尼川普就有可能成做美国史上第1个犯动罪、被判刑的前美国总统。This was a disgrace. This was a rigged trial by a conflicted judge who was corrupt. It's a rigged trial, a disgrace. Trump 向指控讲，伫2016年总统大选进前涉嫌伪造商业物件，来暗砍伊向成人片的查某明星提供风吹会这件代志。风吹会这个刑事案件伫顶个月开始审判，经过个月，伫28时完成结案的定时，12个陪审官指稿开始审议，30个时是结果出来，是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动罪指控全部拢成立。那法官即马拍算伫7月11会对外宣判。继续关心北韩28时是向南韩放精坐猎空飘气球，30个早起，搁向日本海射
杂碟底定的飞弹，唔那影响南韩的 GPS， 嘛影响海面上船只的作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严厉谴责，外界即嘛认为讲北韩这款不理性的行为是希望要转移大家对这个月27因军事侦察卫星发射失败焦点。今日首相官邸，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北韩伫30透早6点外为滨江顺安地区连续发射大粒地定飞弹，谴责北韓。北朝鮮による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これは関連する国連決議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す。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す。すでに抗議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韓聯社報道，這個彈道飛彈的射程包括南韓首爾、大田這個大型城市，連青州水源這個所在主要空軍基地嘛佇攻擊範圍內底。南韓聯合參謀本部照飛彈飛行350多公里了後落伫東海，佮干擾南韓 GPS， 影響船隻航行來研判北韓發射的可能是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KN-25。美國印太司令部嘛譴責北韓，呼籲唔通採取非法甲破壞穩定的行為，愛用外交對話。這嘛是北韓第二次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失敗了後，佫一擺發射飛彈。另外，北韓佫第2次向南韓空飄真濟機軌啊，內底載真濟本數排泄物，甚至佫有定時引爆裝置，和各地機軌啊破去對路的所在，攏是臭味，用來反制南韓過去有文宣品的空飄機軌啊。南韓當局嘛呼籲民眾唔通去摸這機軌啊，若是發現機軌啊，就要即時通報。 큰 뭐가 떨어지는 소리가 굉장히 크게 들렸고요. 그리고 나서 뭐가 이제 팔락팔락거리 막 이렇게 날아다니기 시작했고, 그다음에 바로 폴리스 라인을 치시고 와서 이제 수사대가 오셔가지고 수사를 하시게 된 것 같아요. 南韓參謀長聯席會議表示，到2月為止已經偵測到260外個機軌啊，大部分已經落地塗骹。對此，南韓嘛向北韓提出抗議，譴責北韓的行為是真無品。嚴過北韓朝鮮勞動黨中央組織指導部第一副部長江時準嘛是領導人金正恩的親小妹，經委證說回應講，北韓只是實施言論自由，未來佫會放佫較濟空飄機軌啊去南韓。國際新聞台是唐平玉。 在世界衛生大會頂懸，有超過30個國家攏譴責以色列去攻擊加沙的病院。不過以色列代表是表示講，這是因為哈馬斯攏藏佇病院。另外，以色列軍方伫29號嘛對外表示，因已經控制加沙南部和埃及相接的血腥走廊，會當切斷哈馬斯的補給。無過各國的反對，以色列有安機關槍的戰車甲裝甲車駛入去加沙的城市拉法，繼續軍事行動。 29號世界衛生大會有超過30個國家譴責以色列對加沙病院甲醫療設施的攻擊，阻斷患者轉院。部分的國家批評以色列造成饑荒的危機，而且愈來愈嚴重。世衛組織表示，以色列若對拉法發動全面入侵，拉法的上尾一間病院可能就會停止運作，預計有大量的人死亡。 Gazze'nin sağlık sistemi harap olmuş durumdadır. İsrail, Gazze'de hastaneleri tedavi imkanlarını tamamen yok edecek şekilde hedef aldı. Bu temel insan hakkı olan sağlık hakkıyla da savaş demektir. 世衛組織表示，以色列第2日對難民營的空襲，造成75個巴勒斯坦人受傷，其中有25個人傷勢嚴重。世衛官員指出，目前還有60台運送醫療用品甲物資的卡車，去用卡喺加沙的邊境，要求以色列要趕緊放行。 以下衝突已經被8個月，加沙地區的病院不斷成做以軍消滅哈馬斯的目標。不過，以色列的代表喺38會講，病院成做哈馬斯藏的所在甲軍火庫，是哈馬斯想保護患者的安全。Health facilities in Gaza are used as hideouts and launch sites for terrorism, as shields for underground terror tunnels, as weapons arsenals. Hamas is deliberately putting the safety of patients at risk. Everyone in this room is well aware of it. 另外一方面，以色列29講，已經對加沙上南邊、甲埃及邊境各界血腥走廊完成全面的戰術控制，來切斷哈馬斯地下移動甲補給，也個為埃及走私武器的重要管道。現在當地訪問摩尼島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9嘛要求以色列趕緊制定出加沙戰後計劃，若欠缺方案，當地有可能會出現無政府的狀態，對哈馬斯個起勢是較有利的。 is urgent, is imperative, and a plan that accounts for security in Gaza, that it accounts for governance in Gaza, and that accounts for rebuilding
the lives of the Gazan people. 公司新闻新六杯编译。继续关心印度清在发生伫山区重大车祸，即马伫印度所控制的克什米亚地区，伫拜四昨昏的时，就发生一架载满朝圣者民众的巴士，要去一座印度庙寺朝拜过程半途中发生车祸，全要并落山骹，造成上无已经知影有22个人死亡，几60人受伤。印度的总理有表示哀悼，嘛已经发放慰问金。受伤乘客一直送入去病院接受治疗。印度北部克什米亚地区查摩3日发生一个山区重大车祸，一台载满朝圣者巴士驶在高速公路发生对角意外，造成严重死伤。वहाँ पे जब रेस्क्यू करने लगे तो अनफॉर्चुनेटली वहाँ पर जो है 22 लोग जो हैं वो डेथ थे, जिनको इमीडिएटली वहाँ पे शिफ्ट किया। उसके अलावा इंजर्ड थे तो उनको वहाँ पर इमीडिएटली शिफ्ट किया गया, जो कि आपको पता है कि जीएमसी में रखा गया है। इनकी प्रॉपर केयर की जा रही है, इसमें सभी लोगों को स्टेबल किया जा रहा है। तो बच्चे भी हैं इसमें, लेडीज भी है। यहाँ पर जो 60 लोग एडमिट है।当地官员表示，这台巴士为哈里亚纳邦北部出发，原本打算去查摩印度到庙寺朝圣，所发生意外落落山谷。救援行动依然在进行。这种交通事故在印度常常看到，平均每年差不多15万人因为公路意外死亡，受伤人数佫超过40万。尤其即马多是印度雨季落雨路骨开发生事故。印度总理莫迪伫社群媒体发文致哀，各发死亡家属每人20万卢比，受伤5万卢比的慰问金。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外交部长会议当地即刻举办，因为美国伫要进行总统大选，北约的成员国嘛在讨论要安怎更较有利来长期援助乌克兰。北约的秘书长是希望讲成员国会当答应讲，逐年上保提供400亿欧元来援助乌克兰。来关心一年一届的香格里拉对话嘛会伫今仔日至6月初2伫新加坡举办。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唔但会去参加，而且两国嘛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这届会谈有可能成做美国和中国军方重新建立公开沟通的开始。中国的专家是分析讲，两国的国防部长会谈一定会讲到台湾，也让中国会向美国表达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关心美国最近是个爆发冷牛起火着禽流感的疫情。美国官员即马通报讲，伫美国国内有第3件和这个波疫情有关系人去火着的案例。这是密西根州的一个农场的工人发生消息报讲，美国的疾病管制预防中心的声明内底是讲，这3件病例拢唔是牛传予人，离外界唔免烦恼。头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主计总处有公布上新的经济预测。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是调悬到3.94%，也过物价这部分，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07%，有增加0.21个百分点。除了电费钱起价、厝税起价，食外口的钱嘛变贵，医疗费用嘛变悬。国内物价已经连续3年拢悬过通货膨胀2%的经界线。现眼的包仔皮搭配咸好的肉餡，江浙区内头家无用的双手一直捏。早一时啊，一粒好食的人参包仔就捏好啊。这间伫新北市永和的人参包仔店，为去年开始，原物料因为一日起各加人事成本较贵，4月份拄着电价搁调悬，当一年了后，店主决定调整价销。人参包仔一粒为13变15，人参煎包仔为75变85，酸咸汤、丸仔汤为40变50。冰箱原则上是24小时不能关的，冷气必须要开。我们的集聚大概会落在2个月，大概会落在3000块、2-3千块左右。物价持续起价钱搁变薄，主计总处30公布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到2.07%，比2月份收悬0.22百分点。除了电价起价以外，主计总处搁讲，服务类的价销较固定，外口食费用厝租继续起，医疗费用嘛调悬，所以全年物价搁再破2%，国内物价连续3年拢比通货膨胀的境界带较悬。大家每天在碰到的一个品项就会比较说涨的幅度比较大
啊，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你的物价还是偏高啊。但是事实上，如果整个平均下来，其实是应该可以维持在2点多出头。另外 ，AI 人工智慧甲高效能运算带动出口增加，主计总处大幅度收关2024年经济成长率到3.94%，比顶一届预测大幅度收关0.51百分点，创下最近3年的新高。主要是输出的表现比我们当初预期的好很多 ，AI 的部分是蛮关键的因素哈，因为这部分发展得很快。主计总处表示，收关今年全年经济表现主要是输出表现比预期较好，真侪原因是 AI 关键发展真紧，分段提供业者、国家、企业也是政府部门投资真侪基础设施，相关的需求真强，对出口有真大的动力。全年商品出口收关170亿美金，是这届收关的主要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经济部长郭智辉上任了后，昨昏和媒体见面的时，伊是表示，伊保证台湾伫2030年进前供电袂无问题。伊嘛讲，伊有去了解台电即马供电的情形，也若针对核电厂这部分，伊是强调讲，核三厂已经超过换执照的申请期限，总共执照到期，按照目前的法律，就是袂使阁继续碰。经济部长郭智辉伫就任在伊讲了第一摆办媒体见面会，但是因为台湾最近一直传出失电的事故，敢若桃园4月份就停电35摆，各界嘛关心台湾敢会当来稳定供电。7月的这个夏天，第二个是10月，10月份我们有预计把那个碳，我们要减碳，所以我们把那个用碳发电的机组要把它下档下来，以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电力，所有供给的电力是不会缺的。郭智辉挂保证台湾袂欠电，为了稳定供电，会先找出高风险地区，包括用电成长户数增加的区域、台电的设备较旧的区域，还有人口成长区。对这台电回应讲，会加速来换电力设备，避免外力因素影响供电。外界嘛关心，为了稳定供电，核三厂1号机7月敢会延役？核三厂它也这个超过法定执照换发申请的这个期限，即使我今年7月停了这个机器，它也要3年以后才能够让我启动，这个是世界的一个标准，也要核安会同意。郭智辉伫就任了后，毋但是面对供电和能源政策的考验，以半导体产业来讲，包括台积电、联电拢伫海外扩厂，未来敢够会困扰台湾。所有的先进制程的研究发展都留在台湾，所以对台湾的半导体，我个人完全没有这个担心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半导体，而且做得比别人好。我们的 AI server 全世界80%-90%都台湾生产的，这2个产业啊，会让台湾再吃50年。对台湾未来经济发展，郭智辉是带出境外关内和境内关外2大概念，除了让台湾厂商行向全世界，嘛爱带领世界行入来台湾，希望开拓台湾经济新局面。记者综合报道。也若有能源厂商要伫高雄的码头山设55公顷的太阳能供电，业者伫昨昏开说明会，也阁有百外的民众和环保团体伫遐抗议，因讲这具活动断层，而且地质是真敏感，无适合开发，现场冒发生冲突。情绪激动的居民向要并倒，一群人互相推杀，气氛是真紧张。因为不满业者无公告说明会，抗议的民众认为无符合行政定序。说明会开到一半，民众人落徛起来抗议，警察也随动力维持秩序，现场是吵吵闹闹。这场说明会主要是能源公司按算伫码头山设55公顷的光电，是引起当地民团甲居民的反对。因强调光电的预定地是伫活动场站顶悬，除了地质敏感，嘛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阁会破坏生态环境。这间公司要开发光电，伊的资料内底完全无环境敏感区内底资料，完全拢无。伫市府内底竟然会当审2遍啊！距离有到2公里多，所以它只能叫做泛码头山区，而不能说是它是码头山。那我们在这个案子的周遭，因为它是私人土地，基本上我们开发是所以按照政府的要求。能源公司解说，设供电所在是私人土地，距离码头山阁有2公里远，因拢是按照定序来申请，嘛等伊会做好生态保护。经发局
局表示讲，开发特明型的光电，无一定爱开说明会，这个是厂商家己要开，要求业者爱甲居民沟通好势，若无取得居民的同意，市府是袂合法建造给业者。是他们业者开要跟民众沟通的，不是经发局依照某条法令要求他要开。所谓的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函，这个也不会发，因为地方民众不支持嘛。针对这个说明会，业者表示讲，有伫14天之前发公告，未来也是继续开说明会，要安怎伫光电甲生态处理平衡，毋望会当得到居民的认同。记者钟义辉、顾兆勇高雄报道。在地新闻，咱来关心苏花公路下清水桥伫4月初3大地动的时车路断去，虽讲伫4月初6有赶紧抢通便桥，也毋过敢若开放细只车会当行，而且阁有分时段通过。经过无暝无日抢修，即马更替的便桥已经粉垮，即马大只车嘛会得过。为着要赶伫透早6点苏花公路头一届放行的时间，真侪大只车小人煞来总着观测站排队，因为大家连课较早来咧。嘛无想要了时间向南边阁西台湾一轮。能够直接从苏花走，时间会节省多少？2个小时、4个小时。这样，所以能够走苏花还是很开心的。但是因为地震还是频传，不会说比较担心吗？没办法啊，我到南部真的好远。苏花公路下清水桥，因为4月初3地动受损长歹去，南澳港务段虽然伫4月初6有先抢通一条便道，不过因为路较下，每一天敢若会当开放3个时段，互细台车通行。伫挂工课修理的情形之下，即马更便桥粉垮，引导的工程嘛已经完工，所以提早伫30开放大型车双向通行。开放大型车12.2公尺以下，限速15公里，可以来做一个通行。每日管制3个时段，早上10点到10点20分，中午12点到1点，下午3点到3点20分，这3个时段来开放通行。傍晚5点到隔天早上8点以及假日，都是不管制的。公路局强调讲，伫台九顶线64.9公里至69.1公里的所在，也有65.5公里后进火车头的路段，因为持续有石头落落来，甲水泵线的情形都要先封起来，车民众该行进水泵坑。也若下清水桥规个工程，按算伫今年年底会完成。记者综合报道。5月29天要讲半暝时，伫苗栗头郡有一间人家厝发生火灾，有一个高中2年仔学生买早顿的时经过时，听到有人在喊救人，赶紧冲入去。这火场6届甲一个70岁的厝主救出来，加在2个人送病院，拢正平安无大碍。邻家出现真大的火焰，居民拢唔知要安怎。啊，毋过这个烫目体的查甫人，唔惊火焰这么大，真侪届进出火场，都安尼来回6届，总算甲掉伫内底70岁姓赖厝主甲挨出来。他出不来了啦，他脸都熏黑了啦。你是现在有关掉吗？有人是苗栗兴华高中读2年的学生林雅国，消防人员甲2个人送医，因为拢互火焰砸伤。经过高压送诉治疗了后，就稳定啊。而到透早4点外，这个林雅国当时准要买早顿，经过苗栗头份清明路的时阵，因为看到这间民家发生火灾，伊讲迄个时阵敢若想到赶紧救人，就想说阿公在拍，就是阿公有在叫，然后就听到我就想要把他救出来。我还是会觉得紧张啊，因为毕竟小孩子养大了，然后会想到说，哇，如果都没有出来的话，会怎么办？这样。妈妈学了后生的勇气，嘛唔甘伊的伤势。馆长将东引前往探视，答应医疗费用由县政府支付。校校表示，林雅国是原住民，厝内是低收入户，平常时啊伫练习修演真认真。老师听到伊6届进出火场救人，也是感觉讲伊拢无顾到家己的安全。同学们如果要进入火场救助，还是要尽量的以量力而为。对，除非他在第一时间内有发现有去做这件事情，不然等到他的火跟烟都已经漫出来了，其实真的是不太建议这样。消促会表示，若做伫火灾生中之前，第一时间救会到人，就会当协助救出来。啊，毋过若是火焰已经真大，一般民众欠缺保护工具甲专业训练，无建议冲入火场救援。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市的社仔最近一直有看到蛇。
当地里长就表示，这几天有民众伫厝内面抓到蛇，也有看到有毒的毒蛇饭丝枪。当地人就讲，有风车这几年拢有人会去遐挑工放毒蛇。台北市的动保处是讲，因为最近天气嘛变较热，蛇拢会烧出来，总共有看到爱赶紧通报。哎呀，我低调的。伫徛个新民厅附近是抓到饭市场。台北市的社岛最近几天一直传出有当地居民伫厝内是附近的环境看到蛇，其中佫包括有毒的饭市场。当地的民众讲，拜日捌听到厝边大声喊讲有人伫野放蛇，嘛有居民讲，毋若是掠过饭市场，佫有看过雨伞节。那女孩子讲的从这边掉下去啊，这个一条死的在这边啊。上个月对，在家里面没有，就在这里，在菜园这边。对，那大概多大只？大概3尺。2个骑脚车过去，看看大声有蛇，然后这2个就加速跑掉，然后我们就很激动跑上去找，有蛇嘛，想看一下到底是大只小只，但跑上去就没有看到。李长讲，这几天已经接到里民反映，讲当总是掠3只蛇，其中2只伫民众厝内掠到，呼吁民众莫搁来社岛野放蛇类。根据台湾兽类动物保育协会资料，放生蛇的特点是包括忽然间同时间大量出现10几只、20只才有准算，毋是几天看到2、3只就死，含全有长期不动留伫的魂，譬如讲喙迄边外伤、活动力摆等等。加上社岛是家人河淡水河交汇的冲积边缘。溪埔的环境定会有蛇。一条是动保处处理掉，一条是居民处理掉，请不要再拿那一些有毒的蛇来这边放的。今年开始到现在总计获报有5起啊，捕获的蛇只物种大概都是臭金母，那个只有一案是这个眼镜蛇的部分。动保处强调讲，最近几年都有接到通报，讲疑似有人伫社岛野放蛇，但是目前还未有实际查到的状况。嘛提醒民众，最近气温回升会造成蛇类的活动增加，若发现有蛇出现，会当通报市民热线1999，会派人协助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亚洲隐蛙伫咱台湾分布的范围是愈来愈大、愈来愈快。上起头是敢若伫高雄凤山，也毋过即阵连苗栗嘛有。其中伫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即几天拢总已经掠到4000多只，上前的一暗就当掠到300只。台江厝讲，伫即阵按算会固定排时间，请志工去掠。这只土黄色7.5公分大的亚洲锦蛙，唔通看伊细只，伊唔来钻入土坑，爬树蛙，佮会闭伫树叶内底，互人杀无踪。这种外来种，即阵当咧世界探，台江国家公园2018年头届出现伊的影子，今年来因已经拄掉4000多只，上悬纪录一暗会当掠到300只。台江处指出，亚洲锦蛙参大自然食水真强，地势恶发现，尾就应改变方法，才甲数量控制得来。那是外来种啊，当然会有点怕。听到迄那像牛咧叫的声有无？这都还蛮恐怖的。栖息环境内底要甲找到伊，足困难，数量大概无到100只。所以阮就感觉安尼袂使，阮就走去一条自行车道去遐等伊，伫落雨了，伊会出来笑我，伊就会叫。会叫的时候，阮就发现讲伊伫对遮，阮就伫迄个地方、迄个所在加强去甲巡逻。甲掠开。这种外来种上起头是伫高雄凤山互人发现，到呾探到苗栗去啊。主要因为伊的生产速度非常紧，每一胎就通生5000粒的卵。台江处讲，因遮生态多元，惊影响到生物的分布。目前已经把遮的数量控制伫1000只以下。有学者认为，若要有效控制，爱较接去巡查。借由这一种增加人力啦，其实是一种方式。美国他们现在就会利用这个柠檬酸，来进行这个蛙类的移除。施用这些药剂的时候，可能就会对这些本土的蛙类造成影响。虽然是一个可行的方向，但是在进行之前，其实都需要再审慎评估一下。台江处规划5、6月份，固定每礼拜2会带志工到场去掠，因为嘛按算后个月2到要办防治教育宣导，要互大家明白外来种侵入对生态影响，毋望达到防范的效果。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
下性别者换身份证顶悬来写的性别，即马是按照规定，是爱经过精神科的医生鉴定，无就是爱做改换性别的手术。抑阁有一个下性别者，伊是认为讲，伊无做手术要换证的时要改，毋过互户政机关拒绝，伊全提起行政诉讼，昨昏判伊胜诉。是可以很正大的光明的，就是感觉都可以告知全世界，就是我就是男生这样子，不用再去因为身份证上面的性别，然后感觉需要去遮掩什么东西。接到好消息，花头喜面，年末是跨性别人士，因为身体因素无做性别定做手术，申请身份证性别为女性改做男性，去户政机构拒绝，提起行政诉讼了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30判决胜诉，是全台湾头一件跨性别男性免手术换证胜诉的案件。法院直接命户政单位必须要为这个当事人变更性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希望能够引领着后面更多的胜诉判决，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这个函释能够尽快的把它变更。这届协判胜诉关键理由，合议庭认为要求跨性别者在性别变更前爱做手术违反比例原则，严重侵害身体权、健康权、人格权加人性的尊严。在无妨害社会秩序的前提，人民有自主决定性别的权利，国家嘛应该尊重。判例明嘛叫中央莫国家强制手术做跨性别者性别变更的要件，嘛呼吁户政机关莫阁上诉。等看到判决书的内容之后，再决定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进行。原则上，如果内政部还没有通函规定下来，我们还是要照97年，就是刚刚我说的2位精神科鉴定，还有手术摘除性器官的这个诊断证明书。看内政部函释跨性别者变更性别，爱有2个精神科医师开诊断证明。最后一步都是手术，把男性生育器官还是女性生育器官甲年房摕掉。只不过几年前已经有一件胜诉案件，跨性别者变手术，身份证为男性变做女性。这届搁再有人提告得到胜诉，户政机关回应尊重结果，会收到判决书了后研究是毋是上诉。不过伫制度还未改变进前，受理这种的案件也是要依照原来规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世界无婚日，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爱重视婚孩子的问题，尤其即马少年族群假婚不婚的情形是真严重。伊嘛呼吁进前做医生的总统赖清德爱重视这个问题。世界无烟日，没有烟害防治，没有健康台湾。每一年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订定的世界无婚日，由170个民团组成的台湾结婚联盟特别伫咧前一天开记者会，呼吁重视新型婚聘的危害问题，嘛对新政府来发声。因不满台湾头一个医生出世的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提出的健康台湾政策中，竟然完全无婚害防治的内容。但这几年新型的婚聘甲加密的婚是愈来愈多，引起国际组织开始讨论新的规范，因认为台湾嘛应该爱对得到。WHO 的2024年的主题保护儿少免于烟商的这个干扰，很重要是加味烟。我们希望政府要赶快对加味烟的政策做一个明确的这个弥补。民团指出，加密粉利用亲像糖仔的口味吸引少年人，嘛制造出加密粉危害较低的版式，但危害却是同款的。台湾虽然去年有通过禁止加密粉的法规，但敢若规范部分的口味，因是感觉也有修改的空间。那有关加味烟的部分，目前现在只有4种，就是禁止花香、果香、巧克力跟薄荷味4种。你都已经写要禁止加味烟了，那为什么你还要写只有禁止4种？那也就是接下来如果又多1种，那你还是要再去公告说要再禁，要再禁。我们希望在法条当中很清楚的去说明，其他天然及人工调制口味的都去禁止。联盟强调，台湾伫2005年加入 WHO 的薰草管控国际公约，但是这法规虽然国际公约中禁止婚品加入提悬好食感的成分，安尼上低标准拢无法度对着国际脚步，呼吁赖政府重视这个问题。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咱台湾的编舞家林丽珍有摕到捌摕过国家文艺奖，伊伫1995年的时创团的时有推出代表作。
招。这个作品有真侪民间的信仰的元素伫内面。经过30档了后，阁要搬上舞台，替咱台湾祈福。手举香旗，桥板一步一步慢慢啊踏向前，就那像马祖绕境的队伍。这个剧场作品的合创剧是由台湾编舞家林丽珍所创办的舞港舞蹈剧场所演出。剧也是舞团1995年创团时期的代表作，伫国际上捌办过43场。在30年后，回来到当年首演的地点，国家戏剧院创剧，嘛是因为对台湾有真深的感情。30年后，我再回头看教的时候，完全在谈台湾的山海跟情感，那个很深的情感，跟土地的情感跟的连接，那个无法用爱来形容。那一种是不可分割的。编舞家林丽珍表示，伊伫台湾民俗信仰当中得到心灵的平静，所以这出剧结合庙会正典内底一个民俗信仰的元素，包括神明、艺人、放水等等等。林丽珍指出，这几年世界各地纷纷扰扰，因毋望透过这个作品为台湾祈福，甲平静带予观众。不要浪费在时间在不好的地方，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好多美好的事情，还有很多人在受难。我们更应该关心这一部分。我们能力可做就做，我们能力没办法做到，我们就去祈福。舞蹈舞蹈剧场这出剧拍算自5月31拜5演出到礼拜，因毋望透过舞蹈、南管吟唱和台湾民俗，伫咧半场上的演出形式当中，希望观众脚步会当放好慢，甲世事暂时拢放好掉。记者刘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今仔这几年，咱台湾有真侪少年动画导演的作品伫国际上互看到，亲像有台湾少年导演齐凯伦伊的作品《尤里卡》就入围台湾、美国、荷兰、日本等等国家影展。伊是用演唱来比论平行宇宙，要探讨生命和死亡，带乡亲咱做伙来看。主角有着一罐烟枪走跳伫咧无共款的时空中，这是台湾少年动画导演齐凯伦的作品《尤里卡》，入围台湾、美国、日本、荷兰侪无共国家的影展，伫国际舞台有真好的表现。透过烟枪来比论平行宇宙，探讨死亡甲生命。导演讲，这是伊经历过妈妈破病了后对生命新的理解，透过创作行出悲伤，将这个作品献给妈妈。当我开始要毕业制作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就是我母亲有生病，然后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就在我身边。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它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只是要表现我的技术、表现我的能力的作品，它反而是一个可以疗愈我的一个方式。尤里卡是齐凯伦伫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系的毕业作品，学校的指导老师肖胜文嘛是动画创作者，伫大学教册已经6档。伊认为齐凯伦的作品特别的所在是依靠一个人的力量，独立完成所有的环节，非常认真去研究无共款的技术甲科技。我们在课堂上面教授的动画的相关的技术，其实涵盖了2D、3D。那启伦的话，它主要会专注在3D 动画的部分。那3D 动画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有相当高度的一个技术密集的部分。我们会希望以个人的形式独立制作，可以完成在动画里面的所有的环节。老师嘛讲，即马台湾少年的动画创作者对事物拢有真有路的观察，互因的作品会当伫国际上受到关注。齐凯伦毕业了后嘛，伫台湾成立家己的工作室。伊讲，伊目前是打算将台湾当作伊的创作基地，为台湾的动画产业出一份力。记者王可选、柯明在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咱来关心今夏气候暖化，海平面压悬。巴拿马今麦就有1200个原住民，因为安尼孤不离种，爱离开因的祖厝，已经搬入去政府替因新起的新厝。
甲祖先大过土地讲再会，虽然怀念故土，也无法度抵抗海平面上升的危机。卡蒂苏格图普岛1000外的原住民是巴拿马第一批因为气候变迁爱全家山走的人，即卖因刷到巴拿马加勒比海烟花，库纳亚拉原住民地区兴起的新卡蒂村头。La manera de vivir va a cambiar bastante a la gente de aquí, porque es una manera diferente de vivir. De allá en la isla estaban acostumbrados a una vida diferente a la de acá. 这只有5个脚球场大细岛，原住民住伫简单土骹拢是土的厝内底。这个厝有的挖做伙，有的向海上来伸过去，既无啉的水、卫生设施，或者是稳定的电力生活环境之下，是靠掠鱼、采收木质这作物，加生产传统的纺织品，也有旅游业来维生。啊，不过厝定定互大水淹去。Los países desarrollados a través de la emisión de gases de efecto invernadero que nos está dando como resultado la crisis que está viviendo el mundo, viviendo nuestros países, viviendo la región. 专家警告，海平面上升真紧，就会互因的生活更较艰难。政府就展开沙鱼计划，岛上居民应搬新厝，展开新的生活。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24度至29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电影现在最主要要靠这个电话，插一包电话。